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看到我头前这里里扣扣的四首啊，五花杂色的四首啊，新奇口味较赢咱古早汤仔饼，啊偏偏唔是卖伫店头啊，要就爱政府要你安怎查，也是咱家己警觉较有影嘛。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衛福部政務處長林靜儀，大家好。第二位中嘉病院醫學中心毒部科研究員林中英，大家好。那麼第三位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林英賢，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金健康總經理洪素卿，平林好，大家好。另外特別在法律上，咱在線頂還有一位職業律師陳醫生。觀眾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這件代志對對開始呢？一種物件叫做臘飯糖、臘平糖，這個中國真流行。這個香臘內面包糖仔糕的這個糖仔。那麼咱國內這網絡頂頭嘛有人在賣。衛福部表示講，這款物件攏無標示着成分，嘛無經過的許可來進口，是違法的賣賣，上濟會當罰着300萬，嘛有毒物科醫師來警告。那麼講這款的五花雜色，還佫有造型的糖仔餅、糖這個糖糕呢，恐驚有致癌的危險。其實這臘罐糖吼發生已經有10時間啦，我相信政府也採取了相關的這個行動啦。不過吼，阮就一直咧想，因為阮的這個團隊內面吼，有人偏偏是真愛食呢吼。我也莫講伊是啥啦吼，這真芳，足芳芳啊吼，以咱的境界吼，感覺這個唔是正常的芳嘛吼。啊這哈，這叫做魔芋爽內面吼個公菜。這物件吼拍開，哇！我即馬拍開哦，我保證有人啊拼出來食，足芳的，芳甲你吼，你一喙食落差不多4、5點鐘，你拍一個下吼，吼，迄味啊佫佇個。但是咱毋是講安尼就危險，只是講伊這頂頭吼，迄標示攏有啊，但是攏是網絡頂頭咧販售的。咱即馬衛福部，我要請教處長，咱這衛福部。因為這想就知嘛，網絡敢若海的，你是要安怎主動去查冊？咱是要用什麼方式，還是講法律上啊？即馬有想什麼方式？我嘛是先愛感謝講網絡上有人在講這件代志啦，吼。開始講這件代志，就是發現講學校的囡仔啊，互相講啊，阮媽媽買這互我食，吼，啊分你食一寡，吼，啊這類的，啊是講甚至有少年朋友家己為網絡來買，啊有人咧提起這個物件，講哎真危險，啊我發現講哎哪有即擺流行這種物件，啊特別來調查看起來，發現講第一項物件我還是要強調啦，甲呾這個物件攏沒有合法進口，吼法律上無允准伊入來啦。啊！伊若真正想講，我足想要到台灣賣，會使啊！你來甲阮申請嘛？但是甲阮申請的時陣，根據2個條，一個就是咱台灣甲中國大陸之間，吼，因為中國迄邊物件太濟咧，所以阮其實是有一個規定，是講中國貿易上面，中國遐要賣來台灣的，愛有咱台灣愛核准，伊才會當賣入來。吼，尤其是我農產品，我袂當互伊傾銷嘛，這是另外一個經濟上。所以迄項目頂頭攏有寫條。對，譬如講，咱台灣有一寡本身咱就有的物件，迄毋是中國講我要賣你，咱嘛袂當無接受的啦。吼，這是農產品，特別是農產品的部分。啊，講倒轉來，一款食安法30條最明顯的就是講，啊，你物件若要進口台灣，你愛來甲阮申請。吼，你中國入來，你一定是為海關入來嘛。我海關等印的時陣，這個物件入來愛經過阮的核准嘛。啊，核准的過程內底，倒一間廠商要入來，這個物件是啥？吼，啊，伊內底譬如講伊添的這個物件成分是啥？這個成分的調查報告佇呾？吼，啊，伊內底是譬如講色素內底是倒一種色素？是咱合法的色素，還是有一寡無正確的一寡添加物的色素？這個物件資料攏愛來，資料來了後，阮感覺阮法律上看攏會使哩啊。核准進口了後，啊，伊個廠商伊就要有一個標準。
包装迄顶要写好，出代志厂商你要甲我负责，是安尼嘛？啊，即摆现在物件大家网络买入来，安尼讲啦，网络大家要买物件，卫福部嘛袂当管讲你网络要买啥物物件，倒来头家己啦。老实讲是安尼，无健康，卫福部是鼓励大家健康，但是你要食一寡无健康的物件，只要无违法，我无度搁你袂当家己买。啊，即摆所以阮会当用的是食安法30条，就是讲即个物件吼30条，你无申请，你伫台湾在卖，吼安尼的时阵。啊，卖的人我爱甲你有责任嘛，吼，所以顶一段时间，阮特别宣布讲，你若有即个物件，阮即摆无收到任何甲阮申请要合法进口的，吼，啊，所以伫卖的状况内底拢毋是合法进口。你若看到合法进口伫卖，安尼拜托大家，你爱检举，啊，检举的过程内底就是地方的卫生局，吼，爱去查看，啊，即个物件是安怎？阮即摆今年甲当即个代志出来了后，阮有甲县市的卫生局讲即件代志。啊，即摆是知影讲高雄的卫生局有去查到2件，就是咱讲违法贩卖。啊，即摆在走这个行政的过程，在甲因厘清讲，啊，你是为倒来的？这个物件你是安怎卖？安尼？我先小等吼，答一个，主要就是讲，头仔处长你也讲着，你若有是合法来申请的，我当然有头甲你管啊。你网络顶头，我实在还佫有直播的哦。吼，去大陆，伫咧大陆对直播。啊，用集运的方式吼，东西你去买方式来足济。你要查不胜查，吼啊，像这种物件就靠检举吗？还是讲我规气来去管制你的平台？小等，啊，佫有律师在甲处长斗阵来讨论吼。先要来请教着林老师吼，像这个进前迄个讲的腊饭团啊，迄是啥物危险？因为真济家长吼。啊，有感觉讲，啊，这就是糖仔饼啊，啊，食一成哪有要紧，吼，啊，无就是像这，阮的同事咯，哦，迄足好食的，足芳的，有影呢。咱食落咱嘛是讲，但是吼，咱的直觉就讲，吼，这是太甜啊，甜啊，喙齿就软去。毒是毒在哪里啊？这腊饭汤啊。首先哦。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食品法规上面。食品法规已经告诉我们，在食品的包装上面呢，它第一个就是它这个产品、这个食品最主要的成分。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一个腊皮糖的话，它第一个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水，还有糖。第二个主要的成分呢，才是这个所谓的蜂胶，还有食品添加剂跟防腐剂。那所以其实总括来讲，最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水跟糖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去看这个食品有没有必要要去吃。那这个食品有没有必要去吃？其实有3个层面可以去探讨啦。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它对于我们有没有健康上面的影响；第二个，它是不是有必要性；那第3个的话，就是它有没有毒害。那这个毒害哦。说实在话，你那个食品哦进入到人体，它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们都不晓得。与几年前所那个有一个有毒的物质，那个顺丁烯二酸，我们也是跟台大公卫一起去做研究，我们也有收了病人的检体，结果呢，我们去验它的一个代谢物，完全都找不到任何的代谢物。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你说你吃一点点，跟你吃很多，其实基本上它代谢出来的。那个代谢物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如何去判别它有没有危害性？说实在话，非常的难。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所以问到动物专家，伊就可能讲要安尼判断真困难哦。那所以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它有没有必要性？你已经发现这个东西来路不明。你甲我问讲，这食这个物件有什么必要性？我就是爱食。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太香的，或者说是颜色太鲜艳的。这边这个文献上面都已经告诉你，太香的、浓度太高的，或者说是有没有颜色太鲜艳的，基本上孩童过动或者说是过敏，这个都已经被报道过了。佫卖咧，佫有诶来的时大包装嘛，伊线装咧卖你嘛，像安尼啦，顶头啊啥物拢无啦，吼，这啥个呢？这食麻辣锅诶。安尼啦，这一个人份的啦，
哦，足好的啊。但食安法的标准来讲，像安尼面顶衫拢无写，这都袂当啊。这袂当啊。这违法啊。对啊，等于我网络顶头买啊，啊，什么皮啦，哦，什么虾啦，吼，啊来啦，啊，而且佫甲你讲台湾现货，哦，啊，这安怎来？伊这就是集运的啊。我可能5个去甲淘宝买，啊，伊就讲哎10工哦，吼来啊一摆伊就进可能200、300，啊就安尼囥的，安尼一包咧卖，你足济啦。啊，但是所以连毒无毒就无一定讲恁就一当验出来咯。对啊，好，因为动物上面有没有，我可以给它一直吃这些东西。安尼，我读过林老师听吼，看这物件到底是会当来讲过什么毒啊无毒哦。因为我逐字我都捌，但是哦完全唔知影迄是什么物件。伊这写啥呢？伊讲吼。白砂糖我知啦，大豆分离2倍，大豆分离蛋白，迄是啥物件？大豆分离蛋白就是一个让你有没有填充蛋白质，让你觉得这个是蛋白质的东西，但其实它就是大豆粉，甚至于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玉米淀粉去充当的。哦啊，这会当我会当理解吼。啊来哦，讲吼氨酸钠，吼柠檬酸，吼。啊，还有橙味核苷酸2钠、易抗坏血酸钠、维生素 C， 像这些东西就是保存剂、防腐剂。那另外还有食品添加剂，让它这个东西有没有可以保存得更久？对。伊这会当放偌久呢？9个月的物件。所以吼，我同事昨仔做试验，昨仔食到即摆还佫有味。今仔拍下还佫，这魔芋爽的味啊，足够的，做了真好，吼，这商品就这种，你嘛无法度判断讲有，爱着掠来验，你才会知影讲有毒无毒嘛。如果说是它已经是在市场上面合法贩售就像刚才那个林次长已经说过了，基本上有没有，它应该是有经过查验标章的。对，之后才能够被贩售。那然而像这个魔芋爽的话，它就是个蒟蒻本来就是从魔芋上面呢提炼出来的。那它里头的话呢，比较担心的是这个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有影，这足咸的啦。不过处长也有讲过，像迄腊饭团啊，咱旁边即摆在咧世界性的减少啊，敢有遮多的腊汤好食，就想目知啊！哦，伊这大家拢讲规粒的，啊，食到敢若树林糖安尼，到处长就讲，哪有遮侪天然的？所以在那个大陆那边也曾经针对这一个糖果呢，他去做检验，发现它的那个蜂胶是用所谓的工业级的石蜡。那如果有食品级的石蜡的话，他还不用，他去用工业级的。就比较担心有没有那个重金属，还有呢，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是比较高的。那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是这一部分的族群，那可能危害又是更大的。这样，若要讲小朋友，请林医师啦吼，因为阮同事吼讲吼，伊若见摆去，咱唔爱讲伊去倒位买吼，去便利超商吼买一个物件好食吼，食了吼。便食就便安尼，会叫较大声，啊动作较激烈安尼，伊就看到伊就惊，伊以后迄个物件吼，伊唔敢好食呢。这囡仔人吼是要安怎要制止讲，厝诶完全莫出现，这真困难哦。有当时安亲班哦，你来我去安尼，老师。对啦，这个甜的问题啦吼，因为人过去来讲，古早人其实要食着甜的物件无简单呢。即摆人要食甜的物件足简单的，所以即摆人感觉古早人是讲，你看，咸啦，伊最爱食旁边的，因为甜对伊来讲是种能量啊，伊有食即个物件，伊才会当做活力啦。但是咱即摆人已经食足侪饭啊，食足侪物件，你讲要食糖啊，要搁食迄饼啊，啥食一大堆，有诶无诶吼，其实食伤济啊。恁看即摆囡仔，大拢伤大颗诶，你看大家拢肥，这足大的问题呢。
咱即摆你看大人做者迄个糖尿病啦、心脏病啦，这问题有当时对囡仔就开始啊呢。即摆做者囡仔嘛有糖尿病，你敢知影？食上侪甜的物件，所以即摆学校袂使卖含糖的饮料，就是安尼来啊。因为食过济去啊，啊当然生理人要做生理，伊当然是安尼啊，物件做甜甜甜，啊真芳吼，啊卖甲真俗，安尼就大家就想要买啊，啊但是这对你敢好有好无好，你想嘛知影，哦，你这甜的物件食伤济，你讲你拄仔咧讲吼，讲食了讲哦安尼叽叫，迄有可能你食了，你血糖悬起来了吼，你人会安尼过动啦，就是讲你安尼掠枪甲掠袂掉共款你哦，你拢会安尼袂当我都安尼静静踮伫遐，你会想要顶来动来动去，吼，所以我想这个物件吼，其实当然你食物甲药品无共款，药品呢普通会真严格去讲我食了安怎无对人有毒无，但食品较无这个检验的问题啊。你若讲要甲这食品做检验吼，有爱了足侪时间，吼爱了足侪精神甲经费去验嘛，所以无法度去验迄食品，吼啊！但是即摆食品就是伊做甲咧真甜真俗。你拄仔咧讲吼，迄包什么魔爽哟，讲9个月都袂歹，迄甜甲连细菌嘛无想要食。足咸的啦。啊，讲实啊，你咸也好啦，甜也好啦。真咸真甜吼，讲实伊本身就那就丰富这共款嘛。咱较早咧试物件，甲迄物件要互歹给它生起来，还是讲要用糖甲浸起来，迄物件拢袂歹。啊，李秘书吼，咱有即种传说，就讲囡仔吼，上好细汉囡仔，然后5岁学，上好是小学进前，你就莫好食巧克力豆。对，迄种伤甜啦。你即摆咱毋是甜的原因，毋是讲巧克力豆伤兴奋。嘛会啦，但是伊嘛巧克力豆内面嘛有迄个咖啡因的，咖啡因的，所以迄伤甜的物件，我讲实，咱普通咱的新陈代谢，咱物件食，理论上咱的物件，比如讲咱食饭、食面，咱是慢慢啊甲消化，哦啊，所以你血糖慢慢啊增加起来。但你食甜、食糖的物件，你一下食糖分马上还有血糖震动啊。对。所以你人对人来讲是毋是好代志啦吼。对咱古早开始，咱人本来就毋是咧食这个，这是真工的物件哦。这足甜的物件是真工的物件，咱人袂适应这个物件。动物嘛无咧食这甜的物件，咱拢只爱物件就是，譬如讲咱食米、食迄个面包食啥，咱是慢慢啊血糖慢慢啊增加起来，这较自然。对咱的，比如讲咱胰岛素，咱的迄个药球内面分泌的荷尔蒙来讲，嘛较自然啦吼。所以即摆人是安怎讲，足侪迄个问题出来，就是讲咱食即个物件，毋是适合咱人咧食的物件嘛。足侪甜的物件，重咸啦，啊足甜的物件啦，这对人来讲拢毋是正常。你讲的拢足正确的，但是咱的生活方式就已经毋是安尼。若要煮物件，我就想讲，要叫我一个人煮，我有法度，我就去来买。啊，无咯，我甚至最近这2、3天，大家爱爸叫母就是讲，真害，迄食鱼的，啊，佮有迄个青色的迄鸭拢叫袂来，大家都无法度通，无法度生活的哦，也有这种的哦。不过吼，叫我来请教着苏兄弟啊，即摆囡仔吼，我看我的观察啦吼，超。3个月就真流行啊真紧，啊而且吼较高年级的，佮较差不多4、5年级的吼，伊嘛会看 TikTok 嘛，顶头也有咧直播啊，这流行啥物伊拢缀真调哦。即摆的问题就是讲，这囡仔去都知影有即款物件吼，这是同大的问题。因为咱较细汉的时阵，就是看电视广告嘛，吼。啊，即摆咱其实咱电视广告有啥物时间会用播啥物款的食品的广告，是有一定的哦，吼。所以咱其实有咧管，有咧希望讲这囡仔毋通因为看到广告啊，想要食啥呢？啊，而且你看咱即摆学校内底咱免卖啥物物啊，有当你糖啊足悬的，这免卖啊。啊，咱嘛希望讲学校外口啊一定的距离内底，咱慢慢卖这物件。所以咱有咧管，可是即摆无办法管的是啥？就是网络嘛。因为网络这囡仔，伊即摆来看 TikTok 啊，看 TikTok 哦，
伊起码你流行啥，伊就兴啊，想讲哎哟，啊看这个同学有提这个，我嘛是最想要试看嘛，因为啊看做流行的呢，你看迄直播主迄网红啊，拢咧介绍这最想要试看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讲，这个网络这个所在，咱无办法甲伊管着，因为你并无，伊即摆有一支手机啊，啊伊转去伊就去看啊。啊，短是看，毋是讲，就是讲抖音一响，父母白养吗？啊，你讲，哦，你讲得这心痛的。啊，你是讲，伊就受这影响，所以想去买，吼。所以我感觉第一个就讲，咱安怎教囡仔去了解，讲这网络顶悬吼，因咧讲的这是真正还是假的？啊，啥物时阵爱注意？因为你讲禁止伊去看，我感觉真困难啦。因为大家拢咧看，啊，你讲拢莫看，伊嘛是想办法咯，想空想旁忙去叫人来看。以前就是安尼啊，你会记得？以前我妈就讲叫我免看迄漫画嘛，吼，啊就。厝诶，莫看就好，先去同学因兜看完再转来嘛，吼。所以你讲你家禁止，伊一定会想到一个办法。所以咱是安那，咱教伊讲，你爱知影这网络内底这内容吼，有诶是真诶，有诶是假诶，有诶害你啊，互伊甘愿吼，甲你来讨论这物。我感觉有当时啊，哎，较有机会。啊，第二嚟讲吼，咱即马就讲伊食诶这个吸收啊，我看。讲实在，咱即马受到网络电商的影响吼，不只是吸收啊，像我进前吼，有当时啊，谈网络买物啊，就是家己买的是台湾的物啊，结果买来我讲毋对啊，这个写啥是偷啥是啥顶悬啊，而且我阁买较贵。就讲即马已经是一个真普遍的，我总讲你网络买，你无办法看到伊的标示，嘿，因为你无办法亲目睭看到伊的标示的时阵啊。伊讲吼，看起来你感觉哦，这他妈足高级的吼，佮买来拢毋是台湾做的，拢毋是你想的迄款物啊。可我不只是食物，所以食物这个物件就更加重要。因为我是即个我之前买一个迄个买一个迄叫做面纸盒啦，吼。啊，我看哇，介水的，因为像我知影面纸咧厝的吼，啊，迄就感觉迄包装吼足歹的，啊，放遐足无气质的，所以就讲啊，买几个足水的面纸盒来装，对不对？啊，我踮台湾的网络买哦，一个买我一个买310块，我买3个，拢总900几块。来的时阵我感觉奇怪，这塑胶味足重的，迄甲我想的无啥共款，300外块哪会是个品质？吼，不要紧，想讲啊，不要紧，可能是安尼。我放了，家己开始看网络的时阵，无看，无大劲，一看就生气。写迄3一个才60啊尔，我买3个呢，啊，佫就是台湾的呢，吼。啊，这就是了之舒适嘛，吼，通惊就是伤对身体，就是讲食的物啊，吼，食物你讲辣干仔糖好啊，辣干仔糖讲实在，毋是中国发明的，之前同早以前人美国就这个物啊，美国人迄当初是啊叫辣干仔糖，你讲足奇怪啊，因为是把买各式各样的造型拢有啊。我记我细汉食，人讲食电线的。嘿，啊，因咧啥啦？对，就是讲因为以前美国毋是禁酒，啊，所以应该做一个感觉酒干仔的形。啊，内底咧装着糖浆，啊外口就是用这辣，啊，甲迄酒干仔头个剥开，啊，就灌，感觉啉酒的感觉，啊，再甲迄来煲，就感觉像凉汤咧。啊，所以讲呢，毋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而且是你讲你安怎食，爱佮伊到底安怎做一个。啊，虽然讲这做甲关键，嘿，因为你讲内底糖伤济，确实啦，惊囡仔食小可海吼，就伤无办法管。啊，你讲外口这个辣，就是像拄啊，迄个副处长咧讲，其实吼，真歹讲，即马即个时节佫有蜂蜡互你用啦，因为实在是贵。可是，毋是蜂蜡，无代表讲伊一定是工业，因为就讲咱练个外口，有个人拍迄蜡就是食用蜡，吼啊，比如讲咱秋莲糖 ，AQQ 内底有嘛是有掺吗？啊，拢是食用级的，所以伊也是掺食用级的。其实就是讲，你的囡仔你食一个无健康的食品了呢，可是无一定会伤害你的身体，但是伊就毋知你是安怎要食就对啦吼。啊，可是同囝来讲，伊食咧无营养，无对健康有帮助，伊佫食着佫会伤害你的身体，对不对？啊，即个部分，啊是安那即摆就是讲电商无嘛，因为伊也总讲好好来甲咱卖，咱是安那爱叫伊，你爱来办登记。你爱查验登记，你爱有中文标示，你爱有制造商料。你办假安尼，伊个你成本来double。成本double了是，你知影你自己食啥？啊无你网络你甲迄直播主买，你看迄，吼，之前毋是因一个直播主才互罚3亿，
就是讲哦，伊搞搞迄卖迄月饼有无？啊，讲哦，这是咱香港外国寄的，我以前敢听过美心吼，啊，伊人去卖叫做美城吼，说哦，这香港外国去买啥偌济钱，叫拢毋是拢是生准者。拢在地啊。系啊，就是讲啊，咱即个囡仔毋知啊，囡仔就感觉这哦，足水的啊，伊就买，所以。咱即马同大缺口变得这，就是网络。所以这吼，这问题吼，这大约啊吼，几部分。第一，本来食品的查册、甲申请、甲许可，吼，这是一种。第二就是电商要来管制，吼，是有法令国家的公权力有通好来管制无？第三，变成国民健康署呢？哦，大家囡仔人要安怎做这个健康教育哦？不过哦，在线顶吼，咱的这个陈医生律师吼，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我要甲你请教吼，即马电商吼，咱即马电商的贩售吼，不管是卖食的啦，还是卖药品，其实吼，在迄个什么皮顶头吼，迄卖啥减肥的啦，吼啊禁药啦，足济啦。哦，你内底食迄个爱困药啊啦，伊拢甲你写甲吼，你看无，但是要买的人拢看有，吼啊，这种是有啥物法度？是法令通好来管制？咱这现有的法令有通好来管制吗？陈律师？哦，一般来讲，咱的电商平台吼，伊即马咱的主要你的食品甲你的药品，若是讲。健康食品这部分吼，咱拢爱经过咱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这部分的限制啦吼。一般来讲，你平台若要贩售这的食品、药品还是安怎，拢爱经过咱卫福部食药署这的这个查验合格才会当上市啦。啊。真侪较麻烦的，就是讲吼，咱一般网络上伫贩售的物件吼，伊无一定是即个大的电商平台伫合作的，有的是即个抖音呢，还是讲一个网红，伊就私下贩售，直接就把那个货品直接从大陆寄过来。哦，按那个部分，咱即卖迄个法令吼。无法度去管这个部分。律师吼，我讲我一个亲身的例啦吼，比如讲，我也有咧家己厝咧煮食，所以我有当时咧买米粉啦，买啥物啊，买较好的即外国的米粉，吼，什么 T55啦，吼，哦，这日本的啥的啦，吼，啊，拢有进口商，吼，顶头拢有写，啊，咱就甲进，但是有诶，譬如讲要买迄个。8成粘米，吼，这广东的这真好，这房米，这以前还佫有人讲啊量真少，1-2包吼，伊就甲你卖过来哦，啊一直到疫情开始了，伊拢禁绝啦。像这种物件吼，我会当甲你讲，这种量真少，不过10包、20包，伊拢有法度哦，连贩卖吼，设计的这个贩卖。包好好吼，像安尼包好好吼，会当放偌久？你知道？放1年，真空安尼包起来。像这种物件吼，咱即马也无法令通来管嘛。你徐大生吼，我先强调吼，依照咱即个甲大陆地区的即个贸易吼，咱有一个法令，就是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内底有。规定就是讲，原则上吼，大陆的物件吼，拢袂当输入咱台湾，吼，除非你依法吼，爱经过专案的核准，吼，你才会当入来，吼，原则上是安尼。所以是许可制，对不对？原则上拢是管制啦。大陆的物件原则上拢是讲管制。是。啊，这个许可办法吼，第7条吼有。举例一个几啊项吼，会当例外，会当例外吼。上重要就是一个专案核准的许可。有头仔处长有讲。所以讲一般来讲，大陆的物件吼是无法度直接
输入入来咱台湾。你若讲顶悬吼，拢无一个进口商的标识，若是无咱的迄个健康的迄个成分的营养标示迄吼，迄种可能拢是走私进来，还是讲不合法的管道进来。迄个部分，咱会当，咱即卖的法令吼，可能无法度做到讲你。每一项即个邮包还是讲货品安尼小包装安尼进来，事先就甲你扎起来，无法度。吼，只有靠咱观众朋友吼，若是讲你有看到这无标示、无即个合格标示的吼，无中文标示、无咱繁体中文标示，还是讲无迄个卫福部的迄个检查验的一个证号的那种东西吼。只有靠大家去检举，吼，才会当讲事后，吼，卫福部甲还是讲地方的迄个卫生局，吼，落去查验，然后落去抓迄个不法的这个进口。蒋律师吼，我请教你吼，这电商的这流程当中吼，咱法律或者是国家的公权力，有当介一种某一个点吼，去甲检查讲，对哦，你这吼拢是用一份的方式小包装，你这个形态本身就有可能产生这种物件，内面有种物件，我有这个理由来甲你求查，敢有可能来立这种法来做这种代志吗？还是讲无，我无法度，所以我来查你这个平台，你这个平台你就有这责任，爱来负这责任。我举一个例吼。过去迄个计程车司机吼，会去抗议讲 Uber 吼来亲门大户，所以来抗议这 Uber 吼，你这外国的平台 OTT 的平台来个遮，所以变做集体来甲伊协商所以即马 Uber 这计程车司机多元计程车司机变做合法，会当互管制。难道这电商平台无法度安尼来做吗？律师？目前的规定吼，也无做到遮啦吼。咱即卖迄个食药署的这个食品卫生管理办法是做到甲一般的这个进口商、食品业者吼，你爱去甲迄个卫福部食药署遮有一个食品业的进口的登记的，算一个管理的这个平台咱会当。建议讲，就是电商的平台吼，咱是毋是抓这个源头吼？就是咱的这个法令吼，会当讲要求讲，咱的这个电商平台若是经手加大量的一寡食品，还是讲糖仔，还是讲较有疑虑的物件吼，是毋是讲爱要求讲伊有一个，你爱先来咱政府加一个登记吼，你爱申报查验吼。咱互政府来一个抽查，有一个这个机制，咱法律上可能该思考看卖，政府来思考看卖是不是，是立个法律，还是讲用一个行政命令咱来建构这个事前监督的这个机制。即嘛目前来讲是讲，这个电商的部分，我们还是只能按照事后。民众检举这个风险，咱需要来这个追查，无法度进前就甲你挡起来。是，感谢律师，我随着请教处长吼，大家变做讲，这嘛毋是咱卫福部有法度完全来处理的代志吧？对，阮会当处理的是后市场。好，你已经来到市场内底卖，阮会当去讲这个无合理、无合法。拄我讲就讲头前迄关是海关嘛。你若是有甲阮申请到的查验登记迄边海关先看嘛，阮甚至咱台湾因为真重视食安，所以海关迄边咱真侪物件是伫海关迄边，阮都让先检过安尼。有诶是，譬如讲顶一段时间大家咧讲到嘛是中国来诶色素，有一个叫做这个苏丹红有无？迄是违法添加嘛。阮进前台湾大多数咱诶这个番仔姜也是咸诶这个香料，伊是合法进口诶啊。合法进口，但是有厂商伊改我违法添加，互阮的报告是假的，毋知不过即摆阮
批拢爱验，伫海关拢爱批拢验。爱验。即摆逐批拢验，甲这罐头业者嘛足生气的是安怎？因的是合法的物件，即摆嘛单阮爱验，甲轨道当入来啊，验甲来因物件拢免做啊。好啊，所以讲这逐批检验，阮卫福部是足侪物件，真正拢是伫海关逐批检验。哦啊，就是高风险的啦，大家真关心的啦。啊，你即摆讲电商平台，阮无法度去手存甲人的电商平台，而且还有一点我先报告，就是讲有的电商平台是伫台湾，吼，台湾本身的电商平台，安尼政府会当甲管。啊，即摆咱譬如讲过去大家订买 Amazon 伫美国的。吼，也是中国遮一无落地伫台湾的，所以除非是变，即马咱台湾可能变可以讨论，像你拄仔讲 Uber 这个例，就是讲，你若无伫我遮落地，所有物件我甲你视为非法。除非阮爱做到安尼，但是我先报告一点，政府若安尼做，第一个条件拢是民众。嘿啦，民众甲你讲，啊，我都足爱用这个平台，吼，啊，这个平台足俗的，我都买甲足欢喜的。你即马是安那要甲我禁掉？其实我老实讲，因为 Uber 迄个时阵合法的时阵，我嘛伫立法院嘛。Uber 迄条就是民众在直直要求讲，我就是要用这啊，啊，全部甲变做去甲因协商讲，你无落地合法，我无得互你用啊。所以我嘛是补充讲，在阮即马会当做的是，我先提醒大家真一个概念嘛。台湾遮有卫福部核准的食品，上少你有厂商会当负责。卫福部这边，阮有邓英啊负责，到时阵这内底啥物代志，厂商甲阮会负责嘛。啊，遮标准甲你定到遮。无经过这种标准入来物件，刷装的面顶拢无啥物件，你毋知影到时阵摕到的是你敲电话互倒一间公司甲伊告的，这些物件你就先打折扣啊啦，先毋好用啊嘛。吼，这些物件是一个足粗浅、足简单的判断方式。譬如讲，你拄仔讲啊，迄顶啊迄包吼，内底安尼有的物件成分写一大堆，迄内底上少阮已经是遮有验过，互伊合法进来个写到遮，啊无写遐谁会无写？无写遐可能有一个足大的可能性，是因为伊遐物件若要写出来，可能就会非法嘛，可能就违法不能进来了。好，所以这点先互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讲，啊，你上少先看一下，面顶有标示这物件，上少是知影这是会使你的嘛。哦，这就是大家要警觉啦吼。啊，这讲到动物专家哦，我实在是做这集吼，做到嘴都一直流，足芳的，这也足芳的啊，这也足芳，这有影咱天阳讲，迄麻油的芳哦，就足芳的。但是，我厝里嘛有麻油啊，我一片我就知影讲，迄毋是普通的麻油诶，迄足厉害，哪有通啊？这芳味啊，当遮久啊，就动物专家来讲，这叫有通解答。就人工的嘛，人工像如果民众看到人工色素，就是蓝、绿、黄、红，蓝色1、2，然后呢绿色3号。然后那个黄色4、5，然后红色的话是6跟40，那基本上就是它那个色素就让你看到非常非常的鲜艳。那如果香味的话，人工香精，以前曾经帮那个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些实验哦，那个香精一加下去哦，真的让你都没有办法去看到说哦，原来这个真的食物哦可以变成是这个样子，就很像啊。像到有没有，你就没有办法去分别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食物还是假的食物，香味也一样，然后呢色泽也是一样的。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像保存期限是一个很好的判断的一个办法。啊、那添加剂越少的，添加剂很多的，那当然就还是少去判别，不要买那么多添加剂的那个食品。那另外颜色太鲜艳的。还有呢，那个香味太浓的。现在林老师，你讲伊个添加剂吼，但是咱一般人那么伊袂写，甲你讲写添加剂，伊甲你写什么硒啊，什么有诶无诶，咱是普通诶，若是要有一个常识，要安怎来概念？譬如讲什么核苷酸2钠，吼抗坏血酸钠、乳酸、丙乙酸、三梨酸钾，脱氢乙酸钠、乙2胺4乙氨酸2钠，这东西什么物件？就是食品添加剂。这些食品添加剂，以目前来讲，我们的卫福部有18类的食品添加剂，看你是要防腐剂啊，或者说是有没有这个是染色剂，还是有部有通查啦。对。咱有通上网站去查这。
这个还算是少的啊，像台风天，这个算少的啊。像台风天有一款泡面，你去看它后面有98种的食品添加剂。你讲最近风台天有那个大家都可能会去买泡面，然后去看看后面的那个泡面，有一款泡面其中有98种的食品添加剂。98种，伊是安怎要食到变成仙头吗？那就是因为它需要有这些成分去保存、去染色，甚至于去防腐，或者说是有没有去做这种18种，他觉得有保存它食品的一个功能，对。哦，所以我头拄袂记问处长一个代志，咱若是普通人去检举，敢有啥物检举奖金？有诶有。嘿，进前馆嘛有譬如讲有一个应该是参草的一个食品，吼，迄检举人伊检举了后是有奖金的，嘿，检举是有奖金的，所以嘛有检举奖金的来。然后较大条的，较大条的，你讲细细的啊，譬如讲啊，我迄个椰子啊内底一个。吼，啊，就卖这啊去检举了后罚迄5万2万的，迄可能无奖金啦吼。啊，但是大间的，嘿，啊大间的食品厂这种的，也是讲大间的这种大的平台这种的，这种是我有奖金的。是，李秘书。我来想一下，你叫一般的人讲，我爱买啥物件，啥物件买买，啥物件来买。真歹有这见这摆分的因袂会，你看伊的成分标示，伊甲我就讲认为讲，啊看了我就知影讲。这爱买也唔爱买，我都了解啦。所以一般人无都了解。我想是大家一般是讲食品无好货嘛吼，收俗的物件可能有问题啦。第二，爱看这产品对做的嘛。你若讲中国做的，我唔是讲中国做的拢物件拢无好啦，唔是安尼讲啦吼。但是一般来讲，伊的信用较袂遐好啦吼，所以你爱较特别注意啦吼。虽然即摆足侪物件，因为中国卖物件足俗的嘛。所以足侪迄个你有来做买物件，无法度买到，讲毋是中国做的物件。但是你爱注意的是讲食品的物件，你讲我买一个物件，你讲你买一个什么 K 啊，迄个什么阿爸啦，啊歹就算啦。啊，你食的物件食的是对你身体的问题，你爱较特别注意啦。有呢，意思我所知影，咱的中药材啊，真侪90%几拢是对中国来。对啊，无唔对啊。啊，但是我所知是药树，拢有咧做检查，拢有咧抽验啦，吼。这部分我是较无唔对，所以我爱别讲第三个就是要有政府要有保证啊。政府若有检验有保证的，有看有该写一个什么为食药什么事什么，有什么字写咧顶板讲，我是有验过，这你较安全嘛。你若讲拢无政府该保证，伊无该验过。吼，安尼你来较小心，吼，所以足侪物件就是安尼啊。啊，你即个食的物件是对咱身体的问题。你有当食，你讲实，你食一包可能无代志啊。你伫咱这逐工甲食一包，有可能就有发生问题啊。迄问题毋是讲马上就产生的啊，会变做讲你食久才会发生问题啊。啊，迄阵你要去反应就来不及啊。这抑个是终端的哦。有诶是因为咱在台湾的一寡加工业者，伊进的这个半原料，其实拢是对中国来的哦。无唔对啦，所以即摆我来讲是安怎会对中国来俗啊？这问题咧，伊中国咧做的物件拢较俗，因为伊人工俗嘛。这段我小等就要来问处长讲，这中间的这个加工品啊，这有诶是用化学的名义入来哦，这无一定有这登记许可的这个证书。我唔知影这定数是啥物啦，不过我要先请教着苏经理啊，像这种物件在台湾你的经验所看到，因为咱进前去发生哦，有这个螺蛳粉啦，吼，内面有去水醋酸啦，还有红油酸笋啦，这种已经禁止袂当添加的这个防腐剂啊。咱的防腐剂伫网站顶头拢有通好看到嘛？吓破的嘛，就是我们会列，我们会条列，拢有条列出来嘛，吼，来。我感觉民众要了解这个较困难，因为以防腐剂来讲吼，咱无共的食品的种类吼，伊用的防腐剂无啥共款，所以你定看讲啊，这个违法，啊有的违法是伊这是根本的免用的，
啊，有第二种是讲，阮即款袂用用，比如说我米粉袂用，可是我牛奶袂用，我看的生鲜食品袂用，可是我别款袂用。所以这法律吼，就是讲，是安那讲，你讲啊，真正人迄个防腐剂就感觉伊无好，是安那要用？啊，就阮家己，我读食品的嘛，真重要的是，因为有一寡物件，我要甲伊防腐，伊歹去，反而来讲，对伊身体的伤害佫较大。所以，伊是一个必要之恶。阮是希望讲，这食品加工的过程中间，咱的食品甲你食了这个时阵，伊阁是安全的，所以咱有当时爱用。所以这个并袂是防腐剂吼，所以有当时你讲啊，就甲农药共款。有当时进前讲啊，韩国的炼膏啊，日本的啥啊，那奇怪，因遐个人毋是讲嘛是拢真重视健康，啊是安那来咱遮每一间抽验拢讲那农药，啊因为即个就共款，有一寡国家伊对于用农药的规定，跟咱无啥共款，因为你气候无共嘛，你当阵白糖害，你迄当会破病无啥共款，所以有当时因为规定的差异，所以咱民众家己爱去看讲，哦，我想要去查看卖，我甲中国大陆卖这咱台湾这敢有合准，我好小可困难，所以你不如就是互政府帮你把关，你吼第一。总讲你就是感觉讲，咱有当时之前咱是啥物时阵会去买着讲政府无帮你把关的物件，就是讲咱可能出国，吼，以前咱出国吼，啊买一个欧米亚鸡转来，啊食一丝丝啊，讲实在啊，你若食一盒就死，迄是毒药，迄毋是无健康的食品啦，吼。所以说，进前咱会买着这政府无帮你验过，还是讲伊这毋是讲咱真正合法的来。通常是即款情形对不对？你讲啊，我出国，我去佚佗，我买一束束啦，送人还是家己食？我感觉吼，食物甲健康的关系，就是讲量是真重要的。所以这一束束也是，老实讲，你嘛免惊啊！你讲啊，害啊，阮囝昨因同学才互伊一个辣干仔糖，啊，食了我爱观察到啥物时阵，就食一束啊，毋免伤惊。咱即摆惊的是啥？因为即摆这网络的买物啊，已经是。变成一个常态啊！就讲有的人就像你讲的，伊可能就是家己买，毋是大陆的，因为伊即摆有人集运啊，就讲现货在台湾喎，吼，这就是变讲，这嘛是政府咧查，总讲你也是变成你卖，迄绝对袂使。所以你总讲你也真爱食这物件，你定定来订，你来想讲，哦，我定定咧食，定定咧订，我来注意。上海有要无验者？嘿，你爱就想啊，这毋捌验过，安尼敢安全？因为之前你讲迄土豆啊，种咸三种黄灰红吼，哦，迄介好食。我头一个食，我哪会遮好食？啊，到后壁想讲，对，安哪会遮哩好食？你爱想嘛？咱这食品是啊，拄啊讲，有的人爱掺90几种的物件，啊，有的人5种2种。90几种。嘿，真简单，因为迄就敢若咱买菜观念共款。即摆吼，真侪食品的业者伊追求一种叫做清洁的标章，吼，迄意思是啥？意思讲，我是毋是我即个 label 顶悬，我即个食品的标示顶悬，我用愈简单愈好。啊，愈简单愈好，毋是讲啊条件我会写起恁的，是讲我用掺愈少物件愈好无？总我用卖掺这物件，我能甲食品做出来，安尼是同好的。可问题就是，我谁那要掺？第一拄仔讲，防腐剂是为着食品卖歹去嘛，对不对？你讲啊，谁爱掺色素？哎呦，我迄煮了，迄肉变噗噗，你感觉这做歹看？我甲掺一粒粉，人啊写你感觉哦，这水哦，你感觉好食？所以你是毋是讲爱调整你的观念？因为伊煮起来就讲，蚵仔煮起来就噗噗，袂是紫色的，好不好？吼，可是咱已经互伊，互即个以前的假的食物吼。教育错误的教育就想讲，蚵仔色毋是应该 purple 嘛？毋是啦，蚵仔色煮了就噗噗嘛，对不对？啊，你也知，后摆噗噗是因为伊毋是煮了无好，是伊本来就是色。蚵仔煮起来变紫色的。嘿，啊有的人吼讲啊，迄个做芳的，像讲我每次经过迄做芳的店嘛，伊讲哦，这黑糖你家己踮厝煮看卖，我掺搁较济嘛，无遐尼芳的乌汤味啦。吼，你用做甲规店拢乌色嘛，无迄个味啦。吼，所以你了解讲。迄食物伊也无添加，无加这物啊，伊就无这个味啊。所以你会用知影讲，我接受食物本来做出来，从简单的加工做出来就差不多这个味。啊，你才能接受讲啊，这个从简单的这个食品标签，这几种味啊，无迄整90几种，无一定90几种袂同好咧，因为啥伊好食啊，伊香啊，看起个水啊，啊，佮有嚼感嘛，嘿，改良剂，想讲，我即马。
是安那即个丸子有当时啊食起来脆脆啊 QQ， 啊有当时变贵，佫讲啊 QQ， 迄就是爱掺济啊。啊你通啉来讲，啊一罐你即粒哪会变贵就变丁去啊？迄就因为伊无掺嘛，所以慢慢，我感觉共款啦，就是拢是爱教育，就是你爱知影讲，我即马逐工爱食物啊，我足爱食伊的物啊，我可能3不5时都爱食物啊，我来想过来讲，这敢有经过检验。啊，这什么厂商咧做，我敢知，因为咱中学生吼，有诶较谨慎诶厂商吼，你用看哦，你用看伊物啊，倒位种诶啊，安那加工啊，啊你去看伊 Google 一下，看伊工厂里头有地址嘛，你可能看到。啊有诶，之前阮有一届啊，我会记得阮报道一间公司啊，讲香港入来啊，啊阮就去 Google 香港，香港去迄个地址根本就无工厂啊，啊就是一间毋知咧创啥，所以。家己爱保护家己啦，因为政府已经有帮你选好物啊。我想吼，应该宋英姐安尼想啦，就是讲有警觉甲有采取行动，这是两回事哦。讲你想到，但是今仔实在太好食，佮食一个马仔才来想。你3不5时还食一丝丝啊！我讲实在吼，我有试过，我同事吼，你讲像我讲哦，好吧，那就那今仔日卖食了坑落去。伊也袂去走去找卫福部，找处长讲，处长，请你甲我验一下，对吧？这是我感觉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咱即马国内咱的公部门、地方政府，我相信这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职能嘛，吼。地方政府除了消保官，啊，佫有啥物机制？有通讲我摕物件来验，免钱，互你去验的，有这种所在吗？安尼讲验这拢爱开钱。好，就算讲咱家己政府除非家己政府的实验室，家己申请一个物件要验，无这拢爱开钱啦。就老实讲，所以这就是再一次强调，是安怎这厂商来甲阮申请，到尾会当合格。这厂商因的物件拢爱开钱去验，拢爱付出嘛，拢爱付出。啊，所以遐伊就是咧家己逃避迄个验的成本，这是一个大家爱有的观念啦。好，啊你要讲啊，我拢摕来互你，你甲我验看卖咧，这老实讲啦，这拢是国家的钱。好，无这种成本，除非是已经造成某些食安事件，阮需要讲用国家启动一个物件来验。好，当然阮有一个食安基金啦，这请补充。啊，对啊，其实素卿姐讲到一个重点，阮前几年有通过一个法条做食农教育法。好，食农教育法，上少咱希望咱所有囡仔甲大人拢爱了解讲，我这个物件是为对来的嘛。好，前几年我阁补充一下，前几年其实农业部嘛一直咧做这个叫做溯源。好，包括阮较早我家己是陆国人嘛，你这包茶米甲你讲是陆国的，敢真呢？好遮济茶。因为之前咱知影讲有位外国入来参揽的嘛，所以到尾也有做溯源，就是迄顶个有咧 QR code， 这拢爱成本哦，这咱的地商嘛拢爱成本。啊，你到时阵扫回去知道这是倒一间，像拄我素卿姐讲的，这是倒一间做出来的物件，这是一个基本大家爱有的概念啦。啊，我就同意拄我讲的，讲迄个食品有遐单纯无？譬如讲，大家若有去超级市场，我讲一个例就好，牛奶就好。你买牛奶，迄顶仔的标示，有的可能就干那一个牛奶、鲜奶，啊，伊经过伊的技术，杀菌啊、灭菌，所以这个牛奶会当卖你偌久会当食。这就是足单纯，迄就是一个食物嘛。啊，食品当然有当时啊，你讲罐头，我需要经过一寡定数，或者物件放较久，伊有无共款的任务。我袂晓你青食的，我这战备的，会当放到风台天抢无菜时来食的，伊有无共款的任务？啊，卫福部的责任就是讲，我会当有验过的，这标示拢写出来的物件，我甲厂商拢来负这个责任。啊，你若讲这物件散的，一包米啊面顶拢无物件的，大家有一个概念，像拄我嘛同意，有当时是安尼足晒的，食看卖咧，就算讲食着，我等于无啥工，无啥爽快。没有关系，这个认了。但是你至少要知道说，这种物件就是袂当定食。啊，你也足关心，尤其是囡仔的健康的时阵，你感觉有怀疑的物件，就莫互囡仔食。食农教育。